大选剩无2天啊，不过人事因为天气歹，飞机甲船帮拢取消。加在选委会协调了后，今仔日有安排一只船会当甲选票送到底。另外，台东有3个投票所，因为人口的结果较特别，有一寡投票箱是专门设置的，敢若予一个人来登票。 加一箱选票送去咧船顶，过2天就要总统甲立委的选举。台东离岛人士最近因为气候无好，飞机甲船连续煞取消，那民众无法度回乡投票，选票的运送嘛牵真久。好在选委会紧急协调了后，安排一只客船，11早起总算会当甲选票送去人事。所以今天知道这个有加开这班，所以赶快来啊！对，你是第一次手投吗？第2次吧。第2次了哈，其实投票还是很重要了哈。对对。离岛地区本来就是天候的因素，会影响很大啦。刚好这几天的风浪又很适宜航行。台东毋但有离岛，还有山地乡。选委会表示，因为人口结构较特别，全县236个投票箱，有5个票箱敢若1张选票，其中立委选举出现3个票箱，各敢若1张选票的情形。选民投响开票了后随在，等于有5个符合这个异动的标准，但是我们只有2个他同意异动。3个投票所，他虽然只有1个山地原住民但是他为了考量他投票所的方便，他不同意我们异动。选委会指出，台东有的选区，敢若一个平地原住民，也是一个山地原住民，也是爱设投票箱。5个选民内底，3个人维持伫原投票所投票以外，另外2个人烦恼投互谁会互人知，同意去附近的投票所投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